大家好，歡迎你收睇理財顧問之日常，我係阿曹。今日主要想同大家分享下保險賠償有啲咩要注意嘅事項。點解成日都聽朋友講去診所睇醫生都可以賠錢，但係 agent 又同我講入院先賠得？點解啲賠償文件咁複雜，又要搞咁耐？今集同大家一一拆解。上一集同大家介紹過，保險主要分為4大範疇，分別係人壽、危疾、醫療、意外。而每一類嘅保險都有專有嘅賠償表格，譬如係人壽保險賠償表格、危疾保險賠償表格，或者係醫療意外保險嘅賠償表格。所以申請索償嘅時候，首先要知道自己買咗啲咩保險，要 claim 啲咩先。知道咗佢哋嘅類別之後，就揾返相應嘅索償表格去做理賠。首先同大家介紹下3個保險嘅專有名詞先，分別係主權人、受保人同埋受益人。主權人即係持有保單嗰一位，只有佢先可以更改保單嘅內容，處理保單任何嘅事宜，例如係一啲好簡單嘅改地址、改聯絡電話，又或者係提取保單入面嘅錢等等。通常主權人同埋受保人都係同一個人嚟嘅，即係自己幫自己買一份保單去保障自己。不過都有一啲例外嘅情況，就係例如小朋友嘅保單啦。18歲以下嘅人士係唔可以做主權人，所以就由父母做主權人去保障佢哋。另外多啲情況係先生做主權人，去幫太太買一份保險。受保人即係受呢份保單保障嘅人，佢只係受保障，但係就冇任何決策能力，都唔可以更改保單。呢個就係同主權人嘅最大分別啦。受益人呢個身份通常係喺受保人離世之後先會對佢有關係。受保人離世之後，保單入面嘅價值就會賠俾受益人啦。搞清楚以上3個角色，就會明白以下落嚟我所講嘅嘢。關於人壽嘅索償，首先要填賠償表格，跟住連同受保人同埋受益人嘅身份證、關係證明、受保人嘅死亡證同埋保單嘅正本去做索償嘅。而人壽保險係咁多類保險之中，唯一一類要親身去保險公司做理賠嘅保險。保險公司嘅客戶服務中心需要親身核實受益人嘅身份，先會作出賠償。當面對有人離世，除咗要處理心情之外，同時仲要處理屋企人嘅身後事。為咗方便客人，有啲保險公司接受客人將所有文件嘅副本交咗俾佢哋開 file 先，完成賠償出支票之後，邀請受保人親身去到客戶服務中心核對身份。核對完成之後就會即刻收到支票，減省咗好多處理行政嘅時間。可能你會問我，一份人壽保單已經買咗10幾年或者幾十年嘅時間，已經唔見咗原本嗰一份保單啦，咁係唔係會賠唔到錢呢？唔使擔心，如果真係唔見咗份保單，都可以填返一份聲明書，聲明已經遺失保單，都可以做到索償㗎。其次就係危疾保險，通常都係患大病嘅時候一筆過作出賠償，最常見就係癌症、中風、心臟病。要申請危疾保險索償嘅時候，我哋需要填寫危疾保險索償表格，同埋指定疾病嘅醫事報告。呢一份醫事報告已經按疾病嘅類別去做分類，所以如果係經歷癌症嘅話，就要揾返癌症嘅醫事報告；經歷中風就要揾返中風嘅醫事報告去俾醫生填啦。因為危疾保險係按保單對個別疾病嘅定義去做賠償，所以保險公司會根據醫生填寫嘅內容去對返究竟符唔符合危疾嘅定義。除此之外，最好連同發現報告一次過交俾保險公司睇，資料越充足，處理賠償嘅時間就會越快啦。至於醫療保險，同頭先介紹嘅2種保險有好大嘅分別。醫療保險係實報實銷嘅，需要用收據去做賠償，通常都要用到醫療保險。一般有2個情況，第一個就係預先批核免找數，第二個就係先找數後賠錢。如果發覺身體有唔舒服，排期做手術通常都要啲時間，我哋就可以喺呢段時間向保險公司申請預先批核，填妥相應嘅表格。如果成功批核之後，入院開支就可以免找數，做完手術就可以直接出院㗎啦。不過有啲情況比較緊急，未必會有足夠嘅時間去做預先批核，
我哋都可以先找數後賠錢。如果去私家醫院度做手術，記得揾醫生填返份 claim form， 連同出院收據、診斷嘅報告交俾保險公司就殺上。不過有啲情況，客人可能會選擇公立醫院，要揾醫生填 claim form 就有一定嘅困難啦，同埋需要比較長時間，所以保險公司都接納公立醫院嘅出院紙去代替 claim form 醫生填寫部分。經常都會有客人同我討論一啲實際嘅保險應用情況，佢哋話朋友睇醫生都可以 claim， 問我點解？其實就係因為2019年嘅時候，自願醫保推出，保障範圍比以前舊式嘅保險廣泛咗好多，保障延伸到日間手術都可以做賠償。claim 保險已經唔係必須要住院過夜㗎啦，最常見就係照腸胃鏡同埋白內障手術。除咗咁樣之外，自願醫保嘅保障範圍都涵蓋所有手術。我就即刻 Google 揾下手術嘅定義係咩先。原來就係講緊一啲用外來嘅機械進入人體，去排除病變或者改變構造。所以就解釋到點解做內窺鏡都係屬於手術，符合賠償定義。仲有一啲情況就係照磁力共振 MRI 或者電子斷層掃描 CT scan。都係可以 claim 到保險，而且係唔需要住院嘅。呢啲就係自願醫保加咗嘅額外保障範圍。另外特別有一件事要留意，好多人都會 claim 咗公司嘅醫療保險之後先 claim 自己嘅保險。公司醫療保險係屬於第一賠償，自己嘅保險就係第二賠償。因為醫療保險係實報實銷，當我哋完成第一賠償嘅時候，第一間保險公司就會收晒所有正本文件。如果第一間公司賠唔足，有尾數想 claim 第二間公司，我哋一定要交文件嘅核實副本，即係 Certified True Copy 做第二殺上。文件核實副本上面會有第一間保險公司嘅公司印做證明嘅。最後介紹埋意外保險。意外保險裡面一般都分咗4個部分，包括係意外身故、意外傷殘、意外醫療同埋意外入息。所以我哋一定要知道究竟我哋係用邊一份保險去做索償，千祈唔好撈亂意外保險同埋醫療保險。我舉個簡單嘅例子，試過有客人因為意外跌倒要入醫院聯針，即日就可以出院㗎啦。咁佢究竟應該係填醫療保險索償表格定係意外保險索償表格先啱呢？咁即係要睇下你想 claim 邊一份保險啦。因為喺呢個情況，兩份保險都符合資格去做賠償，咁你就要衡量下自己用邊一份保險會好啲。因為有啲保險有 no claim bonus， 如果幾年都冇賠過錢，之後嗰年嘅保費就會有折扣。而一般嘅醫療保險嘅保費都係貴過意外保險，所以 claim 意外保險會比較划算。另外，意外保險嘅世界都有 no claim bonus， 每一間公司嘅條款都唔同，有啲公司會加大保障額，有啲公司會減保費，所以做賠償之前呢都要計埋呢一個考慮因素。今日除咗介紹咗以上4類保險嘅索償辦法之外，另外仲有一啲事項好想提大家嘅。喺遞交索償文件嘅時候，記得要清楚寫低保單編號同埋個人資料。另外呢，記得要自己留一份記錄喎。萬一你嘅文件係因為任何原因唔見咗，都仲可以有一份 copy 喺手。因為你要知道，去申請返呢啲文件需要用錢同埋時間，又會阻礙咗理賠嘅進度。大家買得保險都係想喺需要嘅時候得到及時嘅保障，所以呢，作為投保人都有自己嘅責任㗎。曾經呢，我喺網上見過一個 post， 內容呢大概就係話你要珍惜身邊仍然有一位願意幫你做醫療保險嘅 agent， 因為呢，其實醫療保險同埋意外保險一般都係吃力不討好嘅保險類別，佣金好低，但係工作量好大。平時你去買一個電器，一般保養1年，頂到最埋5年已經好多啦。但係醫療保險嘅保養係終身嘅，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遇到一個好嘅 agent。但係如果真係遇唔到嘅話，希望呢一條短片可以幫到你對保險有一個基本嘅認識。如果真係要用嘅時候，都知道大概要預備啲咩文件同埋咩資料。如果有需要都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㗎。今日就講到呢度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